都講過之後，繼續收聽遲朝國節，嚟咗禮拜4幕後，同大家來關心嘅係軍事、係兩岸，也係外交。我哋討論係遼寧艦通過台灣海峽所引起嘅係有效效應。做節目地圖為大家邀請到係頭一排嚟到遲朝國節，嚟自談講台好國際事務，然後站得好內嘅王教授，黃教授您好。您好，各位觀眾晚安，大家好。謝謝老師來到我們節目的現場。那其實這兩天我們在媒體上看到很多相關的報道，那也看到老師很精闢的分析。我們很榮幸讓我們的觀眾也能聽到老師的分析。首先，我們看到這個遼寧艦這個編隊，有些觀眾可能沒有注意到，以為它是一艘航空母艦而已，其實它是一整個艦隊。那它有驅逐艦，然後有補給艦，然後還有整個這個艦隊來從12月24渤海出發之後，先從太平洋往南，然後繞到這個宮古海峽，到了巴士海峽之後，從海南島到了三亞軍港，略作補給之後北返。可是北返的時候，他沒有走原本的航道，他改從台灣海峽北上的。那這件事情，我們不論從他經過的地點還是時間點，我們都覺得有一定的敏感性，而且是不是確實有一些恫嚇的這些效果在？政治上的恫嚇當然有但是我想從海軍的訓練這個角度來講的話，這是很特別的。這次遼寧艦帶的這個其他的驅逐艦、護衛艦，還有補給艦作為一個大型的水面編隊一路從北方繞過台灣的東岸，然後到了海南島整補以後，做了一些訓練，然後再走台灣海峽，再回到它的母港。對。所以從地圖上來看，就是畫了一個圓，所以我們會說繞了一個圈，所以叫做繞台。事實上，我要講兩件事情，大家可能就會比較清楚。第一個就是約莫在2年半以前，中國大陸開始沒有航空母艦但是其他的驅逐艦、護衛艦這些已經做了2年多的演習了，也是穿越宮古水道。做什麼呢？做叫做為大型水面艦艇做護航的演習。是，所以除了航空母艦以外，這種大型編隊，他們已經演練了相當一段時間。但那次有突破第一島鏈嗎？有，也突破第一島鏈，有穿越，對，但是不像這次走到海南，然後再走這個台灣海峽回去。第二個呢，就是這次遼寧艦呢。在北方，它是先在渤海，就是渤海，事實上等於是像內湖一樣，在渤海先做了演訓，然後再到了黃海做演訓，然後再穿越這個宮古水道，再進入西太平洋，所以它是一整個一系列演習的延伸，它不是說突然因為哪一個人。比如說美國總統當選以後，或者是蔡英文總統跟川普通了電話，臨時抓了一些船就走一趟，那應該沒那麼容易。所以說政治恫嚇有沒有那個效果？效果是有，但是它不是專門設計來針對台灣的一個軍事演練。在過程當中，其實我們也發現，當然大家都很關心，縱使它沒有什麼軍事上面的威脅，可是。我們也看到這個國防部長馮世寬馮部長到了橫山指揮所，然後總統在第一時間，縱使人在這個瓜地馬拉，人在海外，他也一樣掌握這個消息。那我們來看一個對照，就是說，假設老實講，他在軍事上面其實沒有太大的威脅，因為這就是操兵演練嘛。那究竟這一趟旅程12月24到2天前，他操了什麼項目，我們有沒有掌握？我們需不需要知道他操兵演練什麼內容？演習的科目當然非常的重要，因為從演習科目的內容可以了解他們訓練的方向，以及他們的作戰的意圖，所以對科目的了解當然是很重要。就我個人所知道的，就是我們的國防相關單位都有掌握，可是他們沒跟我說。是，所以我們對於中國大陸這一次。在整個大型艦艇編隊出來所有做的事情我們全部都知道。那這一點我們用時間點來看，老實說，時間點或許不是因為2年前就開始做這樣的演訓的安排了。那另外一個時間點是他自己從24號出發到北返，跟之前他曾經過南下東訓，也是類似的行程，可是這一次少了一半。那一樣是演訓，為什麼這一次的時間這麼短？有其他的
因素吗？其实看起来啊，我们针对它的演训，我们可以做很多解读。是，我用这样的说法吧，圣诞夜啊，已经是穿越这个宫古水道啊，不在家里过了。对。然后跨年呢，又跑到海南去了。是。那过农历年，你总得让人家回家吧？所以这个它是演训的时间的期程这样排，而且我们观众朋友可能会很自然的会有这种概念。飞机要飞起来，跟船要怎么走啊？尤其是在飞机要从航空母舰上起飞，它有很多风速。浪高、船的稳定度，很多条件，它不是说，而且天候啊，尤其是冬天的天候，什么时间最适合航行，并不一定说你说准哪一天就一定做得到。所以在这些情况之下，我们只能够知道大概它，就是在这个时段，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不容易很精准的讲说几点钟它一定会做什么。是，有的时候海象、风向会有变化。对。所以整体来讲的话，这一次中国大陆的这个航空母舰啊，还在初级阶段了。如果我们用最严格的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打击群的全作战能力来看的话，中国大陆可能还要很多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第一个航空母舰它上面的舰载机是不是能够运作都很顺畅，而且是白天晚上。依照美国的战备标准的话，只要航空母舰在外面，敌情威胁到某一个程度的话，它是24小时要有载空机的，也就是不管白天晚上，你的上面一定要有飞机保护你。那么中国大陆距离这个还有一段时间。它不是有15台歼15吗？对。那个还不达到那个水准。美国航空母舰当然比较大，然后的上面舰载飞机的量远远超过这个辽宁号可以撑得住的这些数量，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辽宁号应该是作为中国大陆探索航舰作战它相关的战术的这些需求的一个第一个试验版。是。那么如果将来有另外的航舰战斗群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在做？那个我觉得大陆也在学习当中。老师讲到美国，刚好是跟我下一个问题有关系，我也要顺便请教黄教授。那我们看到他在回程的时候选择台湾海峡，然后一样之前选择这个宫古水道。我们知道宫古水道最宽的地方才大概300公里，那台湾海峡最窄的地方可能130公里。那也就是说，他的航空母舰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当然也受到美国的监视。日本在与那国岛，它可以一举一动掌握得很清楚，在台湾海峡可以受到我们的掌控。他愿意付出这些背后被掌控、被监视、被了解的这些风险，势必是为了很重要的训练。那他为什么愿意承受这个风险？第一个，中国大陆想要成为一个军事大国，想要在西太平洋地区掌握自己的战略的制约的优势，他必须要走出去他不可能中国大陆有这么大的政治影响力，有这么多的全球的经贸关系，而他的解放军呢一直待在家门口搞巡逻，所以当他的经济力发展到一个程度，当他所具备有的军事尤其是海空的装备已经可以走向国际的时候，他不可能一直留在家里面，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其实对中国大陆来讲以现在的这样子的时间点，以现在还没有完全成熟的航舰编队的战术的这样子的能力去走太平洋、西太平洋，确实对他们自己来讲也有风险比如说台湾海峡，我们大家住台湾的都知道，台湾海峡是浅水域，那个水比较浅。可是有去过台湾东部都知道，那个海水的颜色太平洋水的颜色跟台湾海峡完全不一样。一个是褐色的，我们叫 brown water。对。那太平洋呢是深蓝色，我们叫做 blue water。是。
那么所以越深的海洋，它的风险就越高。为什么？因为不晓得水下面有没有敌对国的水下的比如说潜舰或者是海空上面的监视，我们就这样看好了。今天他走宫古水道，走台湾的东部出来的话，那个美国的会盯他，日本的会盯他，而且水下可能还有威胁。可是回程的时候，他走台湾海峡，日本空中自卫队不会飞到我们这里来，对，美国军机也不会飞过来，所以走台湾海峡北返呢，对于中国大陆来讲除非我们中华民国空军对他有什么这些威胁，不然的话，相对来讲还比较安全，是对他来讲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在台湾海峡通过的时候，他花了蛮长的时间。我们估算，简单的讲就是走得蛮慢的。通常我们在海军来讲，我以前服兵役的时候在海军，我们从基隆出发要到马祖的话，是那个扬字号驱逐舰一过了海峡中线就是加速前进。为什么？我们要在自己最可能水下或空中相对比较脆弱的时候，我们不要在上面滞留太久，就是节省这个时间。OK， 那么所以他走台湾海峡北返的时候，慢慢的走我想可能一方面我们要考虑当时的气象，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相对来讲不会有美日相关国家的监控相对比较安全一点。老师讲到相对，我从一个位置上的相对来看，我们大家很清楚，这个我们的位置，中国大陆中间隔了台湾海峡。那以往就是因为这个地理上的相对位置，我们会觉得我们的威胁来自我们的西边，所以这一次我们看辽宁舰从东边往下绕的时候，刚好有一点是好像是跟我们以往这个兵力推演的时候，我们会习惯把我们的这个兵力放在东边，就是所谓的后方，感觉那是我们守卫的地方。那这一次你看，人家从西太平洋来。一样，我们就是它好像门户大开一样，是不是？我们因为这样的一个动作，也可以感受到，其实好像，在不管哪一边，接下来要面临的挑战，好像又更大了。是我们台澎防卫作战计划，在军方的这个讲法叫做固安作战计划。是。那么确实里面有战力东移的这样子的构想，也就是说，我们以中央山脉作为屏障。对。那么如果说中国大陆它在我们西边嘛，从西方威胁进来的时候，我们要保存一部分的战力在中央山脉以东，那么使得我们有持续的这个可以对抗或者是防卫的这个能力。那么，但是我也要讲，虽然我们固安作战计划里面确实有这些构想，但是我们也从来没有忘记。迟早有一天，中国大陆会有能力从东边给我们威胁，而这个威胁是渐进的。也就是说，在过去的20年当中，我们今年汉光已经32号了。是。我们汉光3号演习的时候，就已经做了从东部这个共军从东部威胁我们的这样子演练。那么去年这个2016年。我们还有新闻报道说那个封雪山隧道有没有？是。所以我对我们国军来讲，从来没有说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东岸会有威胁，就不会发那我们老早就有想过。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确实是有希望借由中央山脉的屏障，让我们在台湾东部对这个后山能够有一些战力保存。但是我们从第二个角度来看，我们也有蛮多手的准备，就是并没有天真到以为这一次这个中共的这个航舰编队过的时候，我们才是突然一下吓到，不会。OK， 好，那上半场非常谢谢老师详细的解说后 ，N C 谢管就好。南日方面，除了印尼的因素，中國大陸係未加入獎項，因為習近平從7台軍機改做5台軍機，同時19台艦隻登場了，以外兩班變化，先了解下艦隻戰況。非常
等大家轉到討論嘅現場，繼續嚟關心遼寧港通過台灣海峽後續各個層面要注意嘅事項。老師，我們上半場談了就是在我方這邊的幾個觀點，我想把這個焦點稍微轉移一下。中國大陸這邊其實我們知道，習近平上任之後，他把7大軍區改成5大軍區，這個動作跟我們看到海軍近期的一些，包括說遼寧艦通過台灣海峽，就是有沒有可能是因為某種程度，他們希望從一個陸軍的強權開始往海軍來發展，這兩件事情是有關聯的嗎？中國大陸從陸地慢慢往海洋走啊，已經30年啊。那麼我想大家都曉得，也許觀眾很多年輕的觀眾不太記得，是在80年代末期，大陸有一個非常有名的一個電視連續劇啊，它是應該算是一個 documentary， 對啊，那麼片名叫做《河商》，是。作者叫蘇小康，那和商有一本書，但是把它拍成了電視劇集，裡面問的一個最關鍵的問題，就是這個5000年的民族，小農經濟支撐的一個中國，是不是永遠呢面向黃土地，背對的蔚藍色的海洋？是。所以從那個當時這一本書，還有這種論述，啟發了我自己在美國留學，然後我後來我的博士論文寫的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海軍，那麼啟發了我。那當時，所以您剛那個問題對我來講是一個探索了30多年，至少30多年的一個課題，就是說中國要不要走出去？我們都知道中國2000多年來一直把自己關在長城裡面啊。那麼我們希望外人或胡人不要入侵長城，啊，最近的那個長城那部電影啊，也是饕餮要進入長城，大家要守住長城，所以一個守勢防禦的概念，在中國長期以來都是我們護住自己的領土啊，但希望外人不要進來，包括後來明朝到清朝的禁海政策，就是說我們自己不出去，但不要 inner words， 不要讓人家進來。那麼現在不一樣，現在全球化，現在中國大陸全世界都做貿易，當我們的海外利益遍佈全球的時候，它自然就會需要保護那些利益。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30多年前開始改革開放，過去文革時期，過去冷戰時期，毛澤東的思想是把所有重工業放在中國內陸，是，然後怕敵人攻打進來，我們守不住，所以我們把重工業都往內移，我們叫3線建設。所以啊，當時的指導8個字啊，叫做誘敵深入，積極防禦。可是到鄧小平改革開放以後，把前面4個字拿掉了，因為你全中國最有錢的啊，包括金融中心、經濟中心、研發中心、教育中心，就是說全家的寶貝都放在門口了。對，都在海邊嘛。都在海邊，為什麼你要開放啊？要交通便利，要有海港，要有運輸。所以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大陸的人民解放軍海空軍，它就被賦予了一個很自然的一個任務，就是要往外走。為什麼？它要去很外面保護。我打個比方，如果我們家有自己的保險箱，最安全的地方是放在臥室的衣櫥裡面啊。可是如果你最寶貝的東西是放在客廳門口，那一定要在院子外面站衛兵。對啊，所以同樣的道理。那麼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海空一定會走出來，一走出來就碰到台灣。是，不論是台灣海峽，要不然不是我們北邊就是我們南邊。所以居住在台灣的我們，對於中國大陸向外走，尤其是海空力量對外投射。它會是一個常態化，而且將來會越來越多的一個活動，我們要有心理準備。老師講到這件事情後，我們也要去看一下美國的態度。那美國的態度讓我覺得很好玩，就是那一天國務院的副發言人這個 Mark Toner，他在回答記者問他說：“那遼寧號通過台灣海峽，就是美國怎麼看待？”那他一開始講說，美國承認所有國家如果合法，他就可以在這個享有海空或者是這個海域的航行的權利。那記者又進一步追問說：“那請問一下，台灣海峽是國際水域嗎？
他的回答竟然是我不确定。老师，这个的对话怎么会变成？我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因为我曾经在驻美代表处工作5年多，所以我自己也有一些外交经验，跟国务院、美国白宫、国安会打交道。其实这些事情经常发生啊，不是每一个发言人，美国的利益是全球的，是全球100-200个国家，你说今天发生了哪一个问题，突然记者举手。它不一定那么精准的。对，美国国务院不是台湾开的，是，所以它有些东西，但我可以在这里告诉各位观众朋友，台湾海峡是国际公认的 international waters， 绝对是国际水域，在国际水域，所以我们不可以把台湾海峡当作我们台湾的内海，对，对岸也不可以，所以所有的国际船只都可以通过。但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这一次他们航行的路线大家很关注。事后我们发现，原来他是在海峡中线的以左，就是没有越过海峡中线。这某种程度上也是释出一定的善意嘛？那不算善意，因为我们也没有过中线了。这是双方的默契。是啊，这个默契不一定是善意哈。在这个航行的途中啊，另外一套比较偏向阴谋论的说法就是。好了，绕行台湾这个附近海域1周了，看似都很平静。那有没有可能，其实这一趟这个出航啊，它有一个我们看不到，不是 under table， 是 underwater 的。其实它在表面上是在海面上航行，其实它是为了他们在南海的核子动力弹道飞弹潜舰 SSBN 在搭建一个空中的保护伞，有可能有这样的阴谋论说法吗？这种用航空，这种您刚刚形容的方法是美国海军完全相反的一个作战概念。是，美国海军在航空母舰打击群下面一定有潜舰，有核潜舰。这核潜舰是保护这个航空母舰，而不是航空母舰，而不是航空母舰去保护核潜舰。可是站在早期苏联啊，现在俄罗斯的，对，我们讲他那个海军学派的思维啊，是海权呢是陆权的延伸，对，所以海军呢是陆军多一只手而已，所以它是一个防卫型的海军，也就是说。保护 SSBN 是为什么？保护核有办法发射洲际弹道飞弹的核子动力潜舰是为什么？是为了第2级，也就是说，当中国遭遇到攻击的时候，它有报复的能力。所以核潜舰具有洲际弹道飞弹核潜舰的存活率，就攸关了国家的命脉，所以要尽一切的力量保护。我少了一个航空母舰，我核潜舰才在我才能够报复啊。但是我的航空母舰不一定能够开到那么远，我的兵力投射只是一个大圆形而已。是。可是核潜舰如果能够存活的话，能够在第1级不被对手消灭的话，就有反击的能力。我们讲核反击就是3种，一个陆上，一个空中，一个海上。所以对美国来讲，就是要保持一部分，当有状况的时候，有一些核弹呢是放在 B-52轰炸机上面在空，它要存活，因为在空中比较不容易被打到。另外一个就是陆基埋在地底下的，这个我们叫 silos 啊，是那可以被保护啊。另外一种就是最容易隐形的就是潜舰，所以大型的核动力洲际弹道飞弹的潜舰，对于第2级来讲是最关键的，所以早期的，因为苏联是陆权国家，中国大陆也是陆权国家，所以它的海军的思维只是距离陆地不远，所以你看目前演训来讲，辽宁号虽然走到台湾海峡东部啊，第1次哦，可是就美国海军来看，这个还是。中国大陆以陆基、飞机、飞弹可以保卫的地方，不信你把整个战斗群拉到非洲去，还可以独立作战，还可以存活，这个才是美国认定的独立航空母舰作战群啊，可以达到的效果。那目前所有的演习都还离他自己很近。真的，我们现在看得出来，中国在海军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吗？假设他要以美国为敌好了，
以他现在的这个，比方说歼15啊，或者这个舰上的这些武器，他做得到吗？学术界有两大派，现在正在辩论。一派呢是中国它的经济假设未来30年越来越强，它就可以支撑一个更有能力的军队。对啊，它可以买它要的东西。那现在一年还是10%的预算在成长，所以中国一定会挑战美国的。啊，就是这个是强权之间的一个悲剧，以芝加哥学派为主。对，但另外一个学派说，中国从来不出长城的，你不要搞错，2000多年都不出去的，所以你们去假设他要。